大家好啊，又到咗吉吉半月談嘅時間啦喎，3月上半月真係勁多事啊，一齊嚟睇下啦。打仗啦！打仗啦！美國出咗兵啊！打仗啊！2月28號，美國同以色列聯手襲擊主權國家伊朗，伊朗即刻對以色列同周邊國家嘅美軍基地等設施目標發動反擊，打到依家已經2個星期啦，戰火仲越燒越旺啊！最誇張嘅係，連迪拜帆船酒店都中咗導彈碎片，火光紅紅，簡直好似荷里活大片咁啊！迪拜機場仲要停晒航，唔少港人被逼滯留當地，真係有錢都返唔到屋企啊！好彩特區政府透過4位一體領保機制，幫港人安排返港，而有70位台胞亦得到中國大使館出手，經上海轉機返屋企。非常開心，終於你可以返到嚟一個安全嘅地方，你唔使擔驚受怕，已經好開心㗎，係忐忑嘅，因為你冇辦法唔驚，因為隨時你上咗機你都驚，忽然間會唔會掉返轉頭，你都驚㗎嘛。好開心啊！真係非常之開心唔容易啊嘛，安排得好好，我哋中國係最強嘅。各位，如果仲有朋友喺中東走唔甩嘅，就記得打1868搵入境處啦。而遠在天邊嘅戰火持續，仲有呢樣嘢關乎到我哋身邊喎。戰火一開，港股即刻打冷震，連跌3日，仲一度跌穿25000關口位啊！有網民就覺得心驚驚啦。不過財爺就話短期對香港影響唔大咯。而家中東嘅局勢，我哋嘅研判呢就係短期裏面呢，可能對金融市場會造成一啲波動啦。但係喺香港嚟講呢，我哋短期裏面覺得對我哋嘅直接影響就唔係好大。不過我哋會緊密留意咧，隨住戰事嘅發展。喺航運啊，其他方面嗰個影響會係點？仲有人覺得香港係安全港，資金會流入添。其實呢個時候咧，正正係凸顯我哋香港一個安全港嘅角色。其實呢一個咧，都係正正係我哋依家咧喺呢個可以話係一個大變局之下嘅優勢。2003年伊拉克戰爭時，港股都有資金流入，折合有大約2000億港元咁多啊！油價方面就更加刺激啦！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，油價飆到近120美元一桶，車主嗌貴，市民擔心電費加價，航空公司仲即刻加燃油附加費添。結果特朗普一句戰爭就快結束，就令油價急跌翻80幾，網民就即刻問啦：香港油價有冇得跟住跌先啊？大家都知香港油價係世一貴，升就跟得快，跌就慢到你唔信，睇嚟又要捱貴油啦。跟住我哋嚟睇翻個好消息，3月5號全國兩會召開，提到北部都會區建設再提速，沙嶺數據園區批出，正是首個在港落實嘅具體項目，香港 AI 算力有望大升級啊！講到 AI， 唔知你有冇睇過最近網上爆紅嘅邵氏風格 AI 短片呢？給你一隻醬板鴨，你是那隻白狐，我是那隻醬板鴨，我這是重生了。給你一顆核彈，你是那隻狐狸吧？我是那顆核彈，我還沒救你呢。我是雪山，我受不了了。接下來我就不客氣了，你能怎麼不客氣？呢啲片既還原咗邵氏電影嘅風格，又把握到港產片無厘頭劇情嘅精髓，真係勁有 feel 啊！網民睇到都話太勁啦，好難想象5年後 AI 可以發展到咩程度啊！AI 唔止玩片咁簡單喎，未來仲會影響金融、醫療、物流、創意產業等，香港唔跟就真係會俾人拋離啦。跟住嚟睇睇呢條片，呢條就唔係 AI 片咯，而係某日喺屯門藍地真係有隻狗狗自己走咗上巴士啊，仲要上咗上層揾位坐添。網民笑佢係咪搭開順風車㗎？而片主就話佢落車之後就返入村啦，應該係地膽嚟啊！好似呢位網友所講，人寵共融都唔係一件易事。不過目前特區政府同社會各界都正積極推進緊。喺早前嘅全城狗狗行善日，就有唔少立法會議員積極響應，帶狗狗坐港鐵。睇嚟香港真係慢慢走向人寵共融嘅新時代啦！跟住我哋嚟睇一個網上熱議話題，究竟係咩事令呢位網友講出前人斬樹，後人報晒呢？
原來係近日有人喺社交平台上分享佢晚上7點被房署職員突擊家訪嘅經歷，引起網民熱議啊！有人就留言話啦，玩到凌晨12點都有，甚至有人話上次黑雨都試過嚟家訪，而有人就表示體諒啦，居民日間要返工，咪唯有 OT 夜晚做咯。都係嘅，畢竟舊年先出咗現代版古墓派姑姑咁荒誕嘅事情。房署突擊家訪都係為咗打擊濫用公屋啫，而且一般家訪都會有保安陪同，保障住戶安全。如果大家再遇到房署職員嚟家訪，都係配合一下啦。時間差唔多咯，就先講到呢度。如果你中意吉吉半月談，記得點個 like 支持下啦。下期再見，拜拜。